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5月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0篇，以赛亚书65章17节到25节，约翰福音14章18节到3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新天地。有新就有救。以色列人旧的生命是得罪上帝的，也是被上帝所弃绝的，如同前天的经文以赛亚书第5章所说的，上帝将围篱拆掉，让野兽进来吃园里的果实。但是上帝是怜悯的上帝，是赦免与赐恩的上帝，将要赐给以色列人新天新地，让他们的生活重新被创造，重新得到安息。以赛亚书65章17节到25节这样说道：新的创造，上主说，我要创造新天新地，以往的事都要被遗忘，不留痕迹。你们要因为我所创造的一切永远欢喜快乐。我所创造的新耶路撒冷将充满喜乐，城里的居民要欢欣，我自己也要因耶路撒冷欢欣，为城里的居民喜乐。那里再没有哭泣，没有哀嚎，小孩子不会夭折，老年人都享长寿，活到100岁算是年轻，未满100岁死去的可说是受我咒诅的。他们造了房子自己住进去，他们种了葡萄喝自己所酿的酒，他们绝不让别人住进自己的房子，或让别人喝自己的酒。我的选民要像树那样的长命，他们将长久享受自己工作的成果，他们所做的事都会成功，他们的孩子不会遭受灾难。我要赐福给他们和他们的子子孙孙。他们尚未呼求，我已经答应；他们祷告未完，我已经垂听。狼和羊要在一起吃东西，狮子要像牛一样的吃草。蛇不再伤害人，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不再有伤害或邪恶的事。上主这样宣布了。因为上主应许将不会放弃属他的人民，耶稣基督也是这样说到的。在约翰福音14章18节到31节的经文这样说道：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要再回到你们这里来。过些时候世人再也看不到我，但是你们会看见我。而且因为我活着，你们也要活着。那一天来到的时候，你们会知道我在我的父里的生命里，你们在我的生命里，像我在你们的生命里一样。凡接受我命令而且遵守的，就是爱我的人。爱我的，我父必定爱他，我也爱他，并且向他们显明我自己。犹大不是加略人犹大问：主啊，为什么只向我们显明，而不是向世人显明呢？耶稣回答说：爱我的人都会遵守我的话。我的父亲必定爱他，而且我父亲和我到他那里去，与他同在。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话。你们所听到的话不是出于我，而是出于那差遣我来的父亲。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，已经把这些话告诉你们了。
但是那劝助者，就是父亲因着我的名要差来的圣灵，会把一切的事指示你们，并且使你们记得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把平安赐给你们。我所给你们的跟世人所给的不同，你们的心里不要愁烦，也不要害怕。你们听见我就说过，我去了，但是还要回来。你们若爱我，就会因着我回到父亲那里去而欢喜，因为他比我大。我在这些事发生以前就告诉你们了，为了要使你们在事情发生的时候能够相信。我现在不能再和你们多讲，因为这世界的统治者就要来了，他对我是无能为力的。但是为了要世人知道我爱我的父亲，所以我遵行他所命令的一切。起来，我们走吧。遵行上帝的一切命令，就是上帝国度里的人，是住在新天新地里面蒙福的子民，就如同耶稣基督教导的主祷文所祷告的一样。诗篇80篇，为复国祷告。以色列的牧者，你领约瑟的后代如领羊群一样，求你垂听我们坐在基路伯宝座上的主啊！求你发出光来，在以法莲、便雅悯、马拿西的面前，求你彰显你的大能，求你来救我们。主啊，求你复兴我们，求你显示慈爱，我们就能够得救。主上帝万军的统帅啊，你布满你子民的福的祷告要到几时呢？你使我们眼泪当饭吃，给我们喝一大杯的泪水。你让那一些在我们的领土上征战，我们的仇敌任意愚弄我们。上帝万军的统帅啊，求你复兴我们，求你显示慈爱，我们就能够得救。你从埃及带出来的一棵葡萄树，你赶走了异族，在这树栽上。你为他开垦了一片土地，他的根深深的扎入，并且要延到这块地。他的阴影遮盖了群山，他的枝条遮盖了高大的香柏树。树枝伸展到地中海，树根延展到幼发拉底河。你为什么要拆掉他的篱笆，任凭过路人偷摘他的葡萄？为什么让林中的野猪来蹂躏他，荒山的野兽来吞吃他？上帝万军的统帅，求你回心转意，从天上俯视我们，拯救你的子民。求你来照顾你亲自栽种的葡萄树，就是你栽培的这么样茁壮的幼树。我们的仇敌砍下这个树，把它焚烧了。求你向他们发怒，消灭他们。求你庇护你所坚持的国家，保护你为自己所拣选的子民。我们绝不在背离你，你让我们存活，我们就该颂赞你。主上帝万军的统帅啊，求你复兴我们，求你显示慈爱，我们就能够得救。感谢上帝将慈悲怜悯的爱赐给我们，使我们即便是得罪了、背离了、被惩罚的，仍然能够因为主的怜悯的恩慈而进入新天地，成为新住民，
蒙新恩的心福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